關注一下過去24小時娛圈視 Top 5熱話。二社加入戰團部。秀妍金蔡倫關係截圖藏恐怖細節，網友斥冷血。星金秀妍和已故女星金蔡倫的戀情糾紛成為日韓網討論熱話。由於金秀妍的公司 Gold Medalist 連番矢口，認跟金蔡倫之間的戀情，甚至2024年金蔡倫自爆親合照後，公司還稱是假消息，不知道他的企圖讓蔡倫也陷入自導自演的疑雲。韓國著名狗仔隊睇 Dispatch 簡稱二社3月12日也加入戰局。二社刊登報道稱，透過重管道求證，認為兩人交往近乎屬實，也透露了前的經濟困境及金秀妍疑似冷漠回應的細節，導引發韓國網友熱議。詳情點擊圖片查看或按傑徐睿之發文否認與金秀妍關係，引咎謠言。2極限近日關於韓星金秀妍和與金蔡倫的戀情紛掀起外界眾說紛紜。昔日曾跟二人同屬 Gold Medalist 公司，一批簽約演員又與金秀妍合作過，雖然是精神但沒關係的徐睿之也在輿論中被波及，被部分有質疑曾是介入二人戀情的第三者。徐睿之日在個人社交網上罕見發聲，針對網友關於他與秀妍的提問留言作出回應，直接否認兩人之間在任何關係，並表達了對長期謠言的憤怒與無。這一舉動迅速引發網友熱議，也讓這段原本沉已久的傳聞再度成為熱話。詳情點擊圖片查看。幹連結金秀妍當兵求愛金蔡倫最新親吻照報，甜喊昵稱表白我愛你。自媒體 YouTube 頻道橫樹研究所續爆料，韓國已故女星金蔡倫與男星金秀妍的下情細節首度被大規模公開，包括金秀妍入伍間寫下的告白信、最新親吻照，以及兩人長達6的情感糾葛。詳情點擊圖片查看，或按連結譚詠驚喜現身開心大派對，首回應與陳百祥反面認。星足球隊分家，樂壇校長譚詠麟、亞倫率領的老兄弟明星足球隊成員魏志豪、莫家淦、張致軒、潘鋒、羅鈞滿和伍偉樂，昨晚3月11日6位成員精神奕拉隊現身新城廣播，接受由薛家燕、范振鋒、施敏持的開心大派對節目錄音訪問。而在訪問中途，校長亞倫突襲驚喜現身錄音室，令到全場驚喜，叫整個錄音室都笑聲不絕。詳情點擊圖片查看。幹連結65歲鐘楚紅 shopping 被捕獲近況曝光，靚到發光現。65歲鐘楚紅被粉絲稱為紅姑，這位女神級影后出靚到現在，她與廣告界才子朱家鼎結婚後淡出，前至1994年息影，作風低調的鐘楚紅四處旅遊享受，間中會出席公開活動與粉絲見面。近日有網偶遇女神並激動分享到社交平台，感嘆其貼地有禮絕佳容貌，令人讚嘆不已。詳情點擊圖片查，或按連結。